肉丸是真有代表性的台湾小食，演变到大各地头拢有无共款的做法。亲像伫咧中华的北岛，就有真特殊的三角形的肉丸，就有在地文史团体举办行大活动，了解宝岛肉丸的发展过程，为食米来了解当地的历史。若到食饭时间，肉丸摊头前就会开始出现排队的人阵。伫中华宝岛电安宫附近，短短100外公尺的车路，就有6、7间肉丸店，在地文史工作者举办行大活动，了解宝岛肉丸的发展过程，阁有特别对马祖来民众想要为食米来了解在地历史。肉丸有不同的流派嘛，那可能福州的移民就会在肉丸里面加红糟，就是其实用马祖话来说就是 “N 孬”。透过我们日常的饮食来了解文化，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管道。北岛的肉丸吼，内底阁有掺料以外，伊的皮阁有掺一寡就是油肠酥啊，有当时啊阁有导游啊，不同家的这个有不同的做法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北岛肉丸如果要深究起来，应该是还蛮有趣的。1898年，中部做大水，宝岛因为伫旧落水溪边，灾情严重，造成物资欠缺，当地人就甲番薯粉加笋仔角落去做成粉圆，互灾民食。后来才豆豆发展成有包肉餡的肉丸。物件歹种番薯要保存，袂使互伊不价，所以咱就用水去甲洗迄个膏，就是做番薯粉。啊，拍了伊就有法度保存落来，来啃了好做浆，啊内底掺迄个咱对德山落来笋仔角，吼啊用咱的猪肉落去调，啊用手安尼三载甲挖出来，啊所以你看到宝岛肉丸吼，人讲三角形的，这是宝岛肉丸的特色。肉丸出现伫早年物资欠缺的年代，是先民用智慧做出来食米，演变到今各地头拢有无共的做法。但是无论是脆的、煎的、蓝红糟，也是胡椒猪肉，拢是台湾真有代表性的本土点心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